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在每周三的晚上，在直播的现场，再次跟各位说新年快乐今天是2026年的第2周，那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立定一个新的志向？那在这个我们重新回顾2025年的一年当中，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容易，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每一次能够更多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学习更多生命的智慧，相信神要带给我们更丰富的生命，是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一起来面对前面的道路。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一起同心来唱一首诗歌，主是我力量。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主是避难所，我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追逐是避难所，大地虽不改变，高山虽会摇动，大海翻腾，大浪战斗，但我们却不害怕。唯我们一起再一次从头来唱，大声的来唱，对主说：主是我力量，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为主是随时帮助，主是我力量，脱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为主是避难所，大地虽会改变，高山虽会摇动，大海翻腾，大浪战斗，但我们却不害怕。为何？大地虽会改变，高山虽会摇动，大海翻腾，大浪战斗，但我们却不害怕。为何
一起来祷告。天父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能够进到新的一年。在过去的一年里，虽然我们有许多不容易的挑战，但我们感谢主，你带领我们平安度过，平安地走过这些年日。我们更需要在你面前安静我们的心。愿你让我们在此时此刻，愿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要透过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领受，更多的经历，更多看见神你话语。我们要透过更多的领受来看见神你透过你的话语所要带给我们生命所教导的功课。主啊，你的话语是真理，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当你在对我们提醒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明白，我们更要把你的话听到我们的心坎里，让我们透过生命的实践行动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愿今天你的圣经节宝贵的生命的智慧来带领我们生命前面所要走的路。献上我们的感恩，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再一次聚集来聆听神的话语。在今天晚上，这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张力，在我们生命当中，我相信有许多别人在对我们提醒的话，或者是神在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觉得很好，但是我们有没有把它记到我们的心坎里，然后去听从，甚至去学习改变。今天我要用一个主题叫做上帝说话，而人也要听话。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那期待大家能够透过今天的圣经节，能够有更多不一样的体悟。我相信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曾经有遇过我们在开车的经验。陈正直牧师也跟大家分享，很多时候我们在开车，现在很多人都需要用到叫做导航系统。那我相信也有人曾经，当你在导航的过程当中，明明你开着导航，心里面却有一个声音说，这条路我好像有走过，好像应该要这样走，可是导航却叫我们往另外一条路走。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可能会比较快，可是结果呢，当我们按着自己的方式去走的时候，结果最后是走到了死胡同，反而是碰壁了，没有路了。我感觉到我们人生好像偶尔有时也是这样。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完美的生命的导航系统，神的话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使用手册。可是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在经历生活的各个大大小小的生活面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大部分会使用我们自己的小聪明，然后来面对问题。林肯总统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关心上帝是否站在我这边，但我最关心的是我是不是站在上帝那边。大部分的人，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会期待上帝能够站在我所要传递的讯息真理方式上面。但是其实林肯总统他说的是，我最关心的是我是不是站在上帝那一边。各位弟兄姐妹，这种两个是不同的生命的态度。在我们今天的圣经节里面，我们要一起来看申命记第4章第1节到第24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这样说申命记第4章第1节到第4节，以色列人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我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命令。耶和华因巴力毗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力毗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
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上帝的人，今日全都存活。各位弟兄姐妹，这段圣经节从第一节里面希伯来文的讲到，当我们听从，这个听不只是一个听到声音，它也是一个代表着顺服跟行动。摩西他特别强调，上帝的话是活命的秘方啊。所以第二节里面他讲说，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这是我们对真理诚实的一个重要的态度。所以我们常常喜欢上帝的祝福，我们希望上帝为我们祝福更多，可是往往我们会去删掉上帝该有的管教，上帝要我们如何去爱人，要我们做的事情会胜过于上帝要我们爱人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做事情跟上帝的爱是分别出来的，这是不行的。圣经里面巴利皮尔的教训第3节到第4节里面讲到，耶和华因为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巴利皮尔的事是什么事情？是指以色列人当他们受到诱惑去拜偶像，而且遭到瘟疫的一个历史哦。所以摩西在提醒这一些听话的以色列百姓，你们如果要活着，不听话的人就会怎么样？就会灭亡。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回想2025年，我们或许有一些偏离主的心意，我们真的要求主怜悯。上帝让我们还可以有一口气一口生命，继续来侍奉他，继续来为主而活。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求主怜悯。2026年我们也要学习，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重新立定一个心志意念，我们专心倚靠耶和华，如同第4节所说的，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上帝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是需要更多倚靠神的生命，但是倚靠神的生命，我们从外在的生命是会更加的顺服，甚至更加的诚实谦卑自己。求神赐给我们力量。我们从第1节到第4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到神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要许多更多的在神的面前怎么去听从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得着那生命的产业。我们唯有透过听从，唯有透过聆听神的道，然后我们学习去遵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5节到第8节，圣经的话语这样说：我照着耶和华我上帝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们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段圣经节第5节到第8节，第5节里面谈论到，当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上帝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我们去接受去领受，不仅上帝要使我们能够在所要进去得地为业的地方，要去遵行这些遵守这些律例。所以基督徒的智慧不是我们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能力跟财富，而是在于一个基督徒他怎么谨守去守住，他会去守住上帝的命令，听从上帝的话。当我们按着真理去行的时候，我们自然生命就会展现出一种令人羡慕的生命的质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能够学习去按照神所吩咐给我们的命令，遵守神的话语，按着真理去行，
第7节、第8节他怎么说？他谈论到的是第6节说，哇，这个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也时常在想，进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朋友是充满喜乐的。可能一开始进到教会，很多时候我们会带着忧伤，带着许多难处来到神的面前。可是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是否重新好像有一个得新更新的灵一样？各位弟兄姐妹，第7节到第8节这样说：如果当我们能够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上帝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他是与我们亲近的神。第7节、第8节里面，他讲到一个最大的恩典跟应许。当我们求告神的时候，上帝他就是与我们亲近。当你向他呼求祷告的时候，他就要赐给我们智慧、能力、平安的力量。很多时候我们在处理，当我们跟人的关系，当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否先放下我们的心情的难处，我们稍微慢一下，我们稍微平和一下，我们稍微在神的面前告诉神说，主啊，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我希望求你帮助我，让我不要得罪神，也不要得罪人。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成为一个有智慧、有能力、带有平安力量的基督徒。我们是有智慧的，因为我们是遵照主的命令，遵照主的指示来走。第3段，我们一起来看第9节。第9节到第14节，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这样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哇，感谢主，神给我们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免得忘记了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10诫，并将这诫写在这2块石板上。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有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各位弟兄姐妹，在第9章到第12章里面，从第9章说保守心灵而免得忘记，你们要谨慎，你只要谨慎，殷勤的、努力的去保守你的心灵。要保守心灵，不是你知道就好，你还要努力要很努力，每一个时刻，当你在跟人说话，当你在做每件事情，你要谨慎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后面他讲的，免得你忘记了你曾经亲眼所看见什么事，看见上帝的作为啊，看见上帝的感动，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感动，又免得你一生这些事离开你的心，感动你的事情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我们的记忆力也会变差。2025年的许多的恩典也常常会随风而消逝。但是摩西今天要求我们要学习殷勤的，要努力的保守你的心灵，不可忘记亲眼所见上帝的救恩，并且我们要把它传给下一代。各位弟兄姐妹，这里谈论到我们是否抱着一颗保守的心志，好好的把我们内心对神的感动传承给我们的身边的弟兄姐妹朋友，甚至我们的亲人，甚至是我们还没有相信主恩典的家人朋友。各位弟兄姐妹，第12节讲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也就是谈论到耶和华从火焰当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这是什么？当时候摩西他在何烈山上，他见到焚而不毁的荆棘的这个异象，但是人民是在山下没有见到，所以他们有听到，但是这段话在提醒我们什么？上帝不要我们去追求这个视觉的刺激，神迹奇事，好像我看得见，我才要去相信。第13节他说，他要我们要去守的约定，就是要守主的诫命，要追求他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宝贵的真理！我们从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经历里面，在信仰的基础，其实我觉得信仰基础在于听见了你怎么去行，而不是看见你才去行。有很多人，我们在做事工也好，我们都按照我们眼前所看见的，眼前所听见的，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我们是否怎么去遵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听主的道，听见真理，听见一个意象，生命的意象，我们就应当要好好保守我们的心智。因为当我们要做工，魔鬼撒旦也要做工，阻扰我们的心，好叫我们能够彼此分裂，好叫我们彼此失和，这些都不是属神的。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灵，能够真正的免得我们忘记了我们曾经亲眼所见上帝那奇妙的作为，免得我们这些事离开我们的心。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看下去，在神的话语第4章15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上帝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必不容我过约旦河，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我只得死在这地，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上帝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乃是烈火，是忌邪的上帝。各位弟兄姐妹，第15节到第19节，上帝特别要我们谨慎，要我们谨慎，像以色列人一样，在何烈山上，他们没有见到任何的形象，这个荆棘被火烧，他们没有看见。但是上帝怕他们，因为看到这些形象，而他们会去雕刻这些形象的偶像，所以上帝禁止我们把任何受造物，我们在世上所看见的某些东西，把它当作神。所以在2026年，我们有许多偶像，我们需要好好的把它好好思考看看，把它剔除掉，好好把它放在不是首位。我们的许多偶像可能是什么？手机，可能是金钱财物，可能是社会的某一个议题，可能是某一个人文的文化的养成，可能是某一个别人的评价，我们会把它视为最重要的。如果我去达到这一个形象，我就可以怎么样？各位弟兄姐妹，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神要我们做的是能够在生命当中遇到苦难的时候，神要亲自来救我们，
由神来亲自掌权我们的生命。20节里面他讲到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别做自己产业的子民。各位弟兄姐妹，这里谈论到的就是一个上帝耶和华的一个拯救的行动，是要我们生命是要专属于神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埃及受苦的地方，上帝救了以色列人出来，是为了要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上帝才是他们的神，而以色列人是上帝的百姓子民。所以这里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上帝是忌邪的神。原文的忌邪这个忌邪代表是热情专一上帝他不能容忍你的心好像很虚假，好像谎言骗徒一样，在教会好像很热心，可是平时生活却忧愁优柔寡断，然后甚至有许多的忧伤，然后甚至对人讲话很多时候不留情面。各位弟兄姐妹，神的爱是要像烈火一样，是要烧掉一切的杂质。神的爱我觉得就像金子一样，金嘛，黄金一样，黄金它是会在火的锻炼当中越焚烧越烧越纯。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回首2025年教会许多的变动，生活有许多的变动之下，我们学会了感恩。我们需要感恩，感谢上帝如何为我们预备的生命，让我们平安的走过。但在2026年，我们也应当要如何来学习？我们要怎么学习去实践上帝的话，甚至我们能够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去经历神。有2段圣经节，牧师想要跟大家分享。第一段在约翰福音第10章27节，主的话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每一天只看着社群媒体的动态，要先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告诉我们，上帝的羊群，我们是会懂得听主的声音。我们要听的声音不是媒体的声音，我们要听的也不是这个新闻媒体所要告诉我们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听见主的声音。因为主认识我们，主说我也认识他们，但是他说他们也跟着我。你愿意跟着耶稣基督，跟着上帝所带给我们生命的真理来走吗？2026年我们试着做一个最重大的决定，我们开始学习祷告，我们开始学习我们礼拜天所说的敬虔的8个策略，我们怎么样学习一个我们不曾去做的一个敬虔的动作。我们开始学习把我们的生活步调重新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对主说：主啊，你怎么说，我们怎么看，我们要怎么样来完成神你的心意。第2段圣经节，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在雅各书第1章第22节，神的话这样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各位弟兄姐妹，听话听道听道的最高境界就是在于什么？在于行动。你行不行得出来如果你走得出来，你懂得以后你知道怎么做，那么真正听到的道理才能够真正在你心里面，在你的生命当中，甚至能够在你的外显动作里面，让人家看出你不一样。如果上帝叫我们饶恕，如果上帝叫我们奉献，如果上帝叫我们要爱仇敌，你不要像这个卫星导航一样，我就偏偏走这样，让他重新计算我要怎么走。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的话语就如同生命的导航图，他说右转，如果你看了这个导航，代表什么？代表我信任他，我就照着他来走看看。虽然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地理的这个方位的资讯，但是神的话就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专注在上帝的话，我们就要学习听主的话，然后去行它。求主帮助我们，
在2026年的第2周，我想要问大家，你还在用手动驾驶吗？还是你愿意用自动驾驶？我相信我们都需要搭配着。2025年有许多让我们觉得很疲累的工作，但是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握着方向盘，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的上帝，他在教导我们，他在陪伴着我们，他要带着我们，牵引着我们的手，让我们走在一个合神心意的道路上。今天摩西透过第24节的经文对我们说话，是我们的神是烈火，是忌邪的上帝。我们要学习听主的话。各位弟兄姐妹朋友，这些都是为了要让你生命得以存活，让你得地为业的福音信息。愿主赐福各位，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2025年的每一滴眼泪，与每一个我们曾经度过的欢笑的恩典来向你感谢。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许多不听从神你的话语，或像以色列人一样忘记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在2026年开始，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谨守遵行主你的法令，谨守遵行保守我们对主你的心志。主啊，我们的心志是神你所拣选、所救赎、蒙恩得救的生命，我们更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谨慎的保守我们的生命，保守我们的心志，胜过保守一切。主啊，让我们的教会学习同心合意，不看环境的逆境，只看你话语所要带领引领我们的道路。愿你那如烈火般的爱来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差遣我们在接下来的1周未来的生命里，我们做一个愿意顺服、听话、蒙福而且有智慧的门徒。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今天晚上我们大家的参与跟聆听。记得2026年最聪明的生活的方式，就是当上帝的话，上帝在说话的时候，我们一起学习，不仅听到了、听懂了，还要去学习遵行。如果你愿意这样在主的面前来立定心志，欢迎你，请你在我们底下的留言区能够把它打上，说主啊，请说，我愿意听。我们下周线上见，新年快乐，愿主赐福各位平安。